后来乡亲啊，另外一个新闻的重点，好消息，指挥中心上新的宣布，今仔日个零确诊。台湾的防疫因为全民配合有袂歹的成绩，目前除了喷石菌感较互人头疼之外，包括今仔日台湾已经连续15天无本土病例，而且昨甲今仔日各拢零确诊，无来增加病例。因为人道的考量，疫情指挥中心无排除要来放宽着管制措施。也毋过，感染科的医师认为，无确诊的个案，无代表无社区感染的风险。观察期应该就要持续到今年的寒天，这个疫情若是平稳，才会当放心。连续15天本土个案零确诊，阿嬷带孙仔想要去百货公司行行踅踅的。喜欢唱歌都不敢去。那现在呢，就比较敢出来，带小朋友出来走一走。这次防疫者靠全面的配合，才会当有袂歹成绩。目前除了番石感的疫情使人头疼以外，社区内这2礼拜无确诊个案，指挥中心无排除放宽管制措施。不过，国内感染科医师讲明的大意。你如果说社区安全，意思就是说，现在社区都没有人带病毒了，那我认为目前我们应该没有到那个阶段。这个一定要过一个冬天才知道，顶多是这个大型的聚会啦，会稍微放松一点点啊，会可能把人数上限增加一点。各方面的措施其实都在研议中了哈，不管是我们的3阶段的准备，或者未来的情势，如果有改进的话，也要根据一些相关科学的证据。医师认为，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技术流感化，若是第一线的诊所会当有快筛试剂，会当有效防止社区感染。那这种对医生判断很有帮助啊，所以第一线的医生如果有这种工具，第一线的医生可以用，因为现在第一线的医生做流感快筛已经做得很习惯了，就是用类似的试剂啊，那这个对诊断是很有帮助的。到底是不是放宽管制措施，是不是要选择性的普筛？在人道的考量、检测量能、甲防疫之间，加做指挥中心的一个决策的难题。